後來鄉親啊，今仔日是24節氣的大暑，台灣各地頭的高溫普遍來到33至36度，啊，閣有風颱要來咯。氣象署講，目前佇台灣東南邊海面的熱帶性低氣壓，上緊今仔日深夜就會增強為輕度的風颱紅霞。拜五拜六，風颱離台灣上近，啊，講無排除一生成風颱了後，就會來發布到海上的風颱警報。2014年，海鷗風颱對台灣南邊的海面經過，雖然當時無發布海流警，也無登陸台灣，不過南部沿海卻出現強陣風甲長影。如今，落山較易形成的風颱紅霞就要形成。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這段時間，會形成今年的第12號颱風。24號入夜、深夜到25號清晨、上午，甚至是白天這段時間，會是影響最明顯的時候。這時候颱風正在台灣的南方，甚至是在往西南方移動的一個路程，所以這時候在整個東半部、恆春半島都會開始有大雨或豪雨發生的一個機會。氣象署講，上緊今仔日暗時風颱就會形成，因為環流路線甲距離真遠，無排除會同步發布海上的風颱警報。明仔載甲後日離台灣上近，花蓮甲台東也有南部地區愛注意的落雨。紅霞風颱沿着巴士海峽向西平線，市級的暴風半徑超過100至150公里，目前被登陸台灣。也不過東南部甲恆春半島雨可能會落過6天。24號當然是最明顯，25號其實也都還會有，所以降雨時間稍微比較長，所以它比較偏向那種長時間累積的雨勢。花蓮現在因為有2個堰塞湖啦，所以花蓮它現在對這個颱風所帶來的降雨，相對是要具有比較高度的這個關注。氣象專家講，目前 AI 的分析甲各個氣象單位研判路線攏進行。雖然今仔日是大暑，天氣又還是漚鬱熱，面對將要形成的紅霞風颱，東南部也有南部地區民眾也是愛提高警覺。